你们带讲那个客栈，恁客栈什么话？恁客栈什么话？咩话是客栈？做多么丢这。我到呢，将公解开，搞弄，公解开，搞弄。搞弄，是个每年不多，每班最熬住哈光，好，这些是做多么就这。我到内江，公解开，狗弄，做就是做，就是啦，多么。大墨子丢掉着他的颈子，绷结放下，开海够好，搞弄以前那个就是放猪笼，装到个猪笼子里头，放猪笼。这个吊石头，他装麻袋里头放个石头丢到湖里头，他是掉到脖子上，做多么丢这到烈江，公解开狗笼，就是把犯罪分子就是丢下海。有面分散几个国家，也要托付我们有面努力向上，死不待我，祝愿有面学业有成恩，走向文明进步，永享幸福平安。海来宁宁波海，海来不免平安。来。